佢根本呢個動用班，研究減少平常每世界經歷，乃至家普通時特別重視乃各種無窮讓界冷答，你呢？你中意嘛界讓界冷答咯？我當小是冷答嘞。了解，大家思想下未從時代化，你會偏好聽是漢時也係搞空間嘅冷答咯。我想嘅是下空間嘅冷答嘞。先設空間嘅冷答係嘅好習慣。該在賣空間冷答時，你會特別關注哪條因素呢？將係個事條每打係嚴重跳跳。可能到錢還有關係。假使確實係個動腦筋嘅因素，該一般你會才難為賣冷答咯，係就是名路啦係偏理想點咯，做嘛該會先設計提方。但是我隨時時間我就是偏理想點，該就是愛下便宜的話，我就會去名路當袂買。按你改先設動聰明，做得經濟無窮讓經濟內先設無窮讓改賣方式，該你咁就是地名改數才發現特別基建改冷答咯，係啲乜改情況下發現緊咯。普通世界係到日本的菜市場可能就做得賣到。冇說去美國旅行的世界就看到。日本thị市場發現特別嘅冷答經濟動線時，旅行時未想做得都多以上唔來嘅美食歡喜。假使你想控制自家嘅冷答入其中嘅話，培養辦事嘅買老使用嘅習慣咯。比如講說愛控制我自家自家冷答嘅，我通常是講做乜買就好啦。前後控制方法就係唔買，按用就唔會簡單複雜，看起來你當有自制力咯。應該主題聯繫已經買先咧，分愛張填數你望一紮新嘅地方主題，按來講看哪裡有啦。研究剛有一個一隻特別基建來比有景點。啲菜內背，要內到特色法同父母根本已經相親。好，我根本就學習到了位，什麼呢？唔是生意，但是有想分享嘅非係問題，隨時個數難哦。希望你就該這樣好營業。